这个国民党桃园市长的参选人张善政防指控，当年农委会研究计划涉嫌抄袭，早起伊是大动作来澄清，讲只要有一角人入去伊的落地啊，伊就退出选举。这项牵涉到5700万的计划，到底钱开伫咧倒位？这个报告内底有附相片，有这个邀请卡，确实来证明讲有来办活动。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文平是希望讲，国民党会当用进前检视林志坚论文的标准，公平来检视。那5700万的经费，如果有1块钱掉到我口袋，我就退选。话讲啊，真确定，若有提钱就退选。面对外界质疑，农委会报告是用抄的，研究经费高达5700万。张善政强调，研究绝对不是出一支嘴。计划是把国外农业电子化最新的进展资讯摘录它的精华，转给我们国内的农业研究单位来参考。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详细看报告，96年度团队开几啊场座谈会，有研讨会邀请函，还有成果发表会。虽然敢若黑白色的相片，不过是有写出来。后续嘛有一系列的审查和测试报告，其中查阅记录超过10摆，还有巡回和成果报告。不过到底敢有抄项目安怎执行？另也希望对手公平来看待。这5700多万就是一个 easy money 嘛。那过去他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检视其他人？那我认为我不苛求他们用最高标准检查张善政自己的事情，只要用同样的标准，用当初在讲林志坚的论文的标准来检查他自己就好了。除了民进党透早完成登记的民众党市长参选人罗香玲嘛批评，若真正有抄，就要张善政退出选举，莫阁互通市民看甲雾煞煞，红糟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